台湾无伫喙脣皮顶，伫耳孔边。台湾人袂当无了解的台湾故事甲历史，请听阿正先的一一说来。阿正先的讲台湾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啊！又到了咱千金铺的单元哦，咱安尼连续几只集呢，拢咧讲这布料的名称啊，可能观众朋友话沙卡无啊，无得看吼，不要紧，咱了解讲吼，你看咱过去呢，咱的传统社会，你看都有遮侪物件吼，不管是粗的，还是幼的吼，还是一般的，还是较高级的吼。后来咱刷落去，要来介绍咱呢，咱顶边讲呢，唯有大田是幼国，江西啊，漳州来幼西线，河西。啊，湖北来幼米西啊，生丝螺，就是讲各有也未加工的事业品，过来哦。顶带下尾遐抛无，哦，这里讲啥？顶带就是顶带啦，吼，就是咱讲的以前呢，安那干无啦。但是后来呢，只一般的无啊啦、头巾啦、吼尖花啊下呢，就是讲这个事业品哦，顶管遐物件哦，用来做啥？会用来做顶带，就是来做头巾、做帽啊；会来做鞋啊，啊袂就是用来做袜啊，遐用来做长下鞋，啊泡帽咧，就是讲做外衫的帽啊，外衫吼，顶完个一顶帽啊，叫做泡帽啊，凉泡嘛吼，泡帽哦，这种是新品啦吼，它拄仔是原料嘅新品哦，顶带鞋啊、袜啊。长下鞋啊，这样泡帽、外衫的这个帽啊，会帽啊，过来呢，哦，伊个刷落去，佮再讲一寡原料啊，讲了海南瓜、白芳地，等海南岛的安那挂饰品，啊那呢啊白芳地啊，白芳地佮有安那白色的这个地啊丝，啊苏白线草布鞋，这个讲啥？苏就是苏州啦，苏州出产的白线啊，白线啊草布鞋呢，用布草会当。编织的草鞋、草尺叫草布鞋吼，苏白线用来做盔线，苏州生产的出产的白线啊，草布鞋啊，用布草织的这个鞋啊，过咱来讲冬粉吹、金葱地，这个讲啥？粉吹啦，用冬做的粉吹叫冬粉吹啊，金葱呢啊，金葱边嘛吼，冬粉吹的地啊呢，放伫安那呢，车金葱边的粉丝地啊内底。苏腰大红下粒，这个苏州来的这个腰大吼，啊咧安尼啊，红下粒就是讲红龟粒啦吼，啊过来包袱皮啊，有人讲包袱皮，啊花粒粒包物件的布巾啊啦，叫包袱皮啦。哎呀，我佮讲究安那咧，讲究了外口佮那佮一寡花草啦，啊这花草的纹路佮真济啦吼。咱什么叫包袱皮？古早吼，咱出门的时吼，啊那炸这个包物件的布巾啊。这叫包袱皮啊，花粒粒咧，就形容这花草纹路呢，真多元、真济吼，真花啦吼，真花，表示呢真显目。啊，过来讲来讲，贡缎、剪条、兼绕丝、贡缎、剪条、兼绕丝，这个讲啥？贡缎什么呢？哦，品质呢相当是正统标准的啊，缎布啦、丢缎啦。啊，咱讲丢缎吼，零落芳丝啦吼。啊，剪条咧，啊，讲还未抽丝进前咧，叫做剪。迄款迄个痰啊吼，还未甲抽到丝的时吼，迄叫剪吼。啊，若丝抽出来做好咧，叫做剪。这个剪吼，注意下，这个剪咱讲手绢。一般来讲的时阵吼，绢咱第一读到阿官嘛吼，阿绢这个阿官嘛。啊，若这个手绢呢，第一唔读到唔读到官哦，读到剪。剪就是安那，就是做好的啦。所以咱讲手绢就是手剪啦，哦，做高级的手剪啊，叫做剪。啊，若还未抽进前咧，叫做剪。第一叫做手篮啦吼，来是一种啊丝绸啦吼，是一种丝绸。兼绕丝啊，就是讲吼，以欧洲所生产的呢，上界有名啦吼，上界出名吼。哦，过来哦，讲春潮六家素，薄薄的这个丝啊布啦，啊六家素咧，哦六家素呢，这真有意思哦。讲尖质的花边啦，今仔来讲叫做滚类似的啦。春潮六家素，就是讲哦，啊薄体的这丝啊布，啊六家素咧。尖质的花边啊，咱今日讲叫做滚类似的物件拢有啦，哦，真正有够青草，有够澎湃吼。好，啊，时间的关系，咱就今天到这，多谢大家。以上阿正先来讲台湾，由当洪建教授主讲，当牛收录，多谢收听。